30秒教新手揀啱眼霜，告別眼紋、浮粉、污糟感。點樣先算係有質感嘅眼霜？新手最怕揀錯，搞到化妝嘅時候眼紋現形、浮粉又污糟。今日30秒教你點揾你嘅命定眼霜。我最近試咗呢款皇后 HIFU 眼霜，佢最勁呢就係加咗白麗露醇、藍銅勝肽同埋專櫃級嘅德國 3D 亮眼隱形網膜，佢完全媲美到2000幾蚊嗰啲貴婦眼霜，幫你撐住啲年輕嘅膠原蛋白。點解話佢最啱新手呢？因為佢質地超級清爽，一搽開呢1秒吸收，眼周感覺好輕盈啦，完全冇負擔嘅。我真係未試過咁有提拉感，然之後咁輕盈嘅眼霜。第2點，妝前神器，入邊多種保濕成分，妝前用佢個遮瑕貼到不得了，唔卡紋又唔浮粉。佢仲有美白成分，可以淡化黑眼圈、唔發靈紋呢啲位都可以照顧到。想眼部妝感乾淨、細紋消失，呢個皇后8號眼霜新手絕對要試。另外可以配埋同款嘅皇后 HIFU 面霜，一樣都係咁清爽水潤，用完皮膚好似磨咗皮咁靚啊！